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类嘅节目。哇，今晡日了大家咧小解一解，哇，當要吹花解降色嘛，係其實擺喺度客家甜食咧錄節目。今年咧，佢有金曲獎當好嘅成績，係36屆金曲獎嘅新人獎到金品獎啊，得到3項嘅肯定。今日分享佢係馬莎咧，佢係 MV 嘅客家降色嘛，唱送分享。大家好，我是郑双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耶，分享双双，所以双双是第一擺來到客家電視，第一次來到客家電視。第一次來，你真的長得輕，等一下很可愛耶。謝謝哦，等一下，等一下，先跟鄉親朋友來講一下，就是雙雙是南部嘅客家人，對不對？那你有在南部住過嗎？灣滿灣滿，哎呀，啊，你現在住在台北？對，住台北。啊，以前細個時間，或者是長大之後，黑公有時間，你是會回去南部去外婆那邊？對，我的寒暑假都會回去外婆家。真的？對，所以就是老家婆跟外婆一起住，然後對，我們是四合院哦。然後因為我媽媽有加她6個兄弟姐妹，然後每一個人有2個小孩，然後我們就會一堆小孩一起回去在那邊。哎，那對你來說，對你來講，應該是一個很不一樣的記憶，對不對？對，就是很想念，很想念。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說你是在都市長大的，就我起到黑公你都都市台嘅聲音，其實就不會有那種，就不會有那種啊，我暑假要去外婆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很多，比如說台北市長大小孩，不會說哦，我這個寒暑假要去外婆家。沒錯沒錯。真的是這樣。唔講，嗰時候你喺糖也是客家話，唔講冇乜嘅機會講，錯冇？冇乜嘅機會講。哈，在好好的講起改進我之前，我很想要知道，就是你在南部的時候，你覺得也是常常會吃到客家菜，對不對？家婆都煮客家菜。對，你最喜歡是什麼？我最喜歡我外婆包的客家粽。就是端午節會包，然後有時候過年也會有，然後還有做的發糕啊。對，客家人，我們那邊是過年會拜拜的時候會拜發糕，做的黑糖發糕啊，好像是，還有黑糖的芋頭粿，就是真的嗎？對，你確定你扣聽黑糖芋頭粿？對，黑糖就是那種芋頭簽的那種粿，是客家的粿。真靈。哎，我跟你說，其實台灣小小的，但是南北客家大不同。真嘅，我估說基本上同雙雙用大嘴骨，他感覺啲南部食嘅東西，其實同北部嘅客家人啲冇買共用，對不對？真的。那北部吃什麼？其實很多。我舉個例子好了，你啲菜包嘛，客家嘅菜包，就是這樣子，這樣圓圓的，然後裡面都是那個蘿蔔絲，而且是濕的蘿蔔絲哦，白色蘿蔔去炒的。不知道，你看黑唔黑？不知道。對，因為青島啲南部嘅客家人其實唔啲乜嘅係菜包、菜包，你知道我意思嗎？你看，這個南北大不同。哦。對，不過基本同大家來講，就係你看南部有嘅按有嘴巴嘅講什麼嘢，就有個好可愛的雙雙的都鴉片。先來聊一聊吼，你的這個就是今年啊，這個我們節目一開始要跟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你的唱的第一首客家歌。真的第一次唱。很特別的經驗，很特別的經驗，對不對？好，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分享這一首你的生命當中，什麼樣的一路提藝術給客家歌之前，我們要先讓大家來聽一下你的客家歌，對嗎？好，你要不要先講一下你客家歌的這個歌名？這首歌叫做《別在意》，別在意 ，Never Mind，然後 Never Mind，然後我們也有 MV，對不對？嘿，所以咧，你還你繞牆，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先來談一下，你送什麼樣地圖嘅提一首客家歌？
下台谈够 Q 的世界，我就跟双双讲说，你一定要持续唱下去，你一定都会冲下去。双双唱歌很多年了，10几年了。其实出道10几年，或是从写歌开始都压他 key 是10多年的。不过你从英文够 Q， 黑某就会华语的歌曲，给你的第一首客语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唱生命当中的第一首客语歌的感觉。真的就我其实很早就有想要结合我的音乐跟客语，只是一直没有契机。所以这次遇到 Skyline 的团长 Richard 哥，他刚好也是南部给哈嘎尼，对，他是长治的哈嘎尼，所以他就有邀请我一起来做这首英文跟客语结合的比较 R&B 的歌曲。然后其实我里面是在讲说，因为做音乐这么多年，就是难免有时候会听到外面很多杂音，你可能会太在意人家讲什么。批评啊，或是不喜欢啊，我在想说，其实那些都不重要，只要你自己喜欢，就一直做下去就对了。所以我在写这首《别在意》。哈哈，不过这首歌你是先写英文歌词，对，错嘛？因为一开始因为从青岛给英文歌曲，或者说你先写英文的歌词，然后再请老师帮你翻成客语。对，没错，这也是一个你新的经历吼。对，很有趣。那个老师就说：“你一定要翻的一模一样吗？”我说：“没有关系，不用。”我说：“就是那个意境意对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其实在这个教学上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哈嘎巴有进步？因为从亚述狗口，或是对客家话有更不一样的感受？有，觉得好像有那个连接更深的感觉。哈哈，因为一般来讲，你会谈家宝讲哈嘎巴，黑梦在讲的时间就会是爆芒啊，给你甜食用哎，就唱歌那个。感觉不一样，比较有诗意。因为我刚听了，也觉得那个质感完全很某 Q 用。好，所以其实这就是你自己唱，而且你是结合那种 R&B 的客家歌。那先问一下哈，因为刚刚给谈狗的时间，给双双亲等一下，给摸来讲，你听得懂吗？你谈也什么？所以你这首歌有给爸爸妈妈、家人听？对，有。他们给你的 feedback。妈妈说他们死。妈妈跟我他们死。她说，但是就是英文歌很好听啊，但是你客语到底唱在哪里？后来呢？然后我就给他歌词，然后他就有听得懂啊，配着歌词就可以听得懂了，对不对？好，而且那你是不是唱起来特别不一样？因为你说，因为你从英文歌 Q 跟从哈嘎歌不一样，因为说有些音节，对，因为客语有一种。它有很多那种短音，对不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母音在前后，可是跟英文不太一样，因为英文会，你可以举例吗？比如说这首歌叫 Never Mind， 比如说 Never Mind， 这个是一个线条啊，可是客语的话它会断掉哦，所以那这样会影响你 R&B 的唱法吗？就是会要换，就很像要换断句哦，就是原本那边连着，我可能就要断掉，可能或是我要硬连起来。就是要自己揣摩一个唱起来流畅的语调。紧不紧微都会共亚，其实你还特别帮我们准备了一个你在歌词里面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对不对？没错，对，这就是亚都黑你在歌词里面有有冲动给，对不对？对，你这客家话超棒的，你要不要同太嘎的谁给你哈？好的，法老行，我要看这边吗？你看我就可以了。法老行就是三心二意的意思。三心二意，对，法老行。这是算不算你新学的哈嘎发？对，因为讲话不会讲，对不对？对啊，不一定要造句啊。就你这个人很三心二意，你要想你真的可以法老行呢，对不对？像小朋友 C 朋友造句就被共斗有吗？突然觉得好亲切。C 嘛，双双你中的按法老行，你又专一什么？对不对？真实的，真挺嘿。还有第二个，对不对？对，还有第二个，第二个是田不用黑，田不用黑，就是忘记了，我不记得。不记得。南部的讲法，田不用黑。那北部怎么讲？如果是海陆腔，就是唔记得。唔记得这个比较容易。然后黑讲黑北部的事件可能黑田不用黑，古时候鸦片黑田不用黑，所以你也有唱在歌词里面。有，好，这很有趣哦。还有呢？还有，来，我知道了。来，你再下一个，下一个，来，这个我最喜欢了，你讲一下。梦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下面有一个贴条，灰色贴条，我都忘记要吃了。
差强人意，忘记。不会的，梦哎，对差强人意梦梦，我很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发音很特别，有点梦梦。那这个对你来讲，黑公你唱 R&B 这个，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像这个你要怎么用 R&B 的方式是诠释？这个刚好在那个音符里，这首歌的音符里面是一个转音，所以唱起来很有趣，叫在尾句，所以唱起来是你是梦梦耶，就是刚好转一个音。好可爱，好等一下，很有趣，梦梦哎，好哦，你看又多学一句哈嘎发，还有哦，还有一个夹追，夹追是什么意思呢？夹追就是请私下下面的回调，真的很为难双双，就是人很多很聒噪，讲话很聒噪，所以歌词里面也有唱到，有，就是我因为我在写的时候不要听人家讲那些，就是聒噪讲叽叽喳喳不用听，对，夹追。哇哦，爱吃豆吼，爱吃豆真劲，双双要继续创作。我觉得你看一首安用提艺术给客家歌曲，给英文可以是啊，共同压哈，然后里面还可以请老师置入，或者是帮你转译这么，我觉得算是很地道，有点诗意，对，有点诗意，然后但是又很地道，然后我们说乌克语按钮给港狗，然后就很地道，所以黑公客家你听起来会觉得哇，这是一首轻有意思的歌曲。不过黑公你真正去看这个歌词，你会知道这歌词下都很深入，所以你要继续做客家歌曲。好，你还记今日带来嘅提示首嘅客家歌曲，等下你大家先聊一下，你總來再個紹介嘅其他嘅音樂嘅作品。让酒精占据我的脑海 Baby, baby, I'm so tired 但世界怎么还是在旋转 Just takes back 曾经爱上一个人一个完美的情人到底为了什么突然离开我 是潜意识的错到底现实还是梦反正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再给我一杯麻痹自己也许好一点现在就想醉哦别管我了 falling down Body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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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ead spinning around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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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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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着 It's a bad dream a bad dream 很好听，动喉糖，对啊，而且也很适合一个人听，都动喜欢一嗓音，得不下给时间，没有要不开心哦，没有要悲伤的意思，对，就很适合一个人哇，好像可以好好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弹给够 Q， 弹给够 Q， 来这首歌叫 Bad Dreams， 这首歌叫 Bad Dreams， 来就是我是想到以前有一段很黑暗的时期，然后那时候就是被合约绑住，然后我被迫回去当上班族，就是去上班了。哦，我去上班了大概3年。哦，对，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就是自己逃不出来，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很像恶性循环，在噩梦里面，然后一直绕都绕不出来。Bad dream。对，然后最后就是上气话，就是说，我就喝醉好了，一直就在恶性循环，在噩梦里不要醒来。这首歌怎么办？我懂我很懂那个感觉。好，没关系，你就让我悲伤吧，你就让我比如说你吃豆奶黑一个很悲伤，好，你就让我悲伤吧，好，我就是不好，你就让我永远在噩梦里吧，我人生就这样吧，你就让我烂掉吧，我永远要烂掉。没错，没错。所以我那个副歌一直唱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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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就是一直在里面出不来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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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那你那时候去上班那3年是做什么？我在一个乐器公司里面当财务。我刚本来想说乐器还不错嘛，至少也跟音乐有关的财务，所以你真的也很厉害耶，因为我是念经济系的。哎，对，
你真的很酷哎，我觉得你很跨界，好，跨界，像客语来一起跨界。走对。好，顾说给那首歌曲你是那样的感觉，可是你在音乐的诠释上面其实没有，刚听起来如果没有认真去听那个歌词或不晓得它的原因，黑公唔滴给念了个意思，黑按用你一个时间，你不会知道给黑一个不开心的歌曲，对，还是可以跳舞的。对，是还是可以这样，对，但是是可以跳舞，对不对？但是你也好吧，让我烂掉吧，让我烂掉吧，给按用给赶快。对，没有了，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在，我自己的感觉爱自己嘅感觉係按钮，你讲你的按钮嘅低潮，弹按钮嘅高曲，不是让你要更低潮，其实那是另外一个出口，你能理解我的感觉吗？因为你不可能在很低潮上说我们要往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有希望，我觉得那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你就是要低潮的时候，就是要听这样的歌曲，它其实是协助你可以听述你就得很卡有勇气站起来，我觉得有比较疗愈的感觉。有，你说顺着那个 flow 去，就可以重新再回来。对啊，你为什么要在很低潮就说不行？我们要面对光明，我们不可能这样啊！我可能那时候有点自暴自弃，觉得都已经那么低了，还可以再更低耶。我超喜欢自暴自弃，怎么办？我觉得我这样讲不太好。按我讲，黑今后黑共有几条糖，他说怎么可以叫人家自暴自弃？可是哪个意思？你黑共同太搞会自暴自弃，一种你就在那样的状态里面，你就允许自己在安养的一个状态里面。你懂我的意思？我懂，就是发泄完其实就好。对啊，对，要发泄完。对我真的超讨厌，就是很伤心，我现在不可以伤心，我不可以，你就伤心一下会鸟哎。后亚青后堂跟艺术狗 Q Bad Dreams 也是这一张专辑，就是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对，我这个要给耶，哇，好有仪式感哦。对，然后亚中转型啊，从那么美，然后亚中转型也是你这叫 Times， 对对，然后这个好你哦，对，就是 Very You。就黑你，很喜欢这个我自己做的造型，就是这个头发，你很喜欢，对不对？很喜欢，所以就是 Very You， 也很像你自己，然后颜色也是。好，这是你的新专辑，那所以这是时隔10多年，你刚刚说有低潮，对，所以这过去10几年也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发生青岛的事情，没错，想要放弃音乐，就一开始是觉得我是在大学，其实我从小就很爱唱歌，但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我大学毕业想要做什么，可是就是在大学里面，我那时候是想要赚一点零用钱，所以都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我去比都会有前3就会有钱，就被点2个意思。对，然后就开始参加唱歌比赛，发现哇，我很喜欢在舞台上唱歌的自己，然后就慢慢往那边去，然后就去参加，一开始有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一路开始往那边走，这样子。但中间就以为，好像去参加不错，然后名次也还可以啊，没有到非常好，但是觉得这是一条觉得可以去的路，然后自己也做得很开心。但是中间就直接直接掉到跌一大跤。然后前几年有疫情，没错。可是我觉得疫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契机，还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一直到疫情其实都还没有真的，回来真的很。就是决定我做音乐，我他就会 get 听，做狗术，创作狗术。对，所以疫情的时候有大家很多时间，我懂。对，然后我就刚好就好多时间可以真的静下来做我的音乐，然后又去刚好去跟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写歌，那时候然后就因缘机会，就终于过了疫情之后2年有机会做专辑。太棒了，哇！所以，唐吉安公司第一个其实是公演改进路路的行起来那很简单，所以等下到台高的小改拿回一首歌曲 Once Again， 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 ，Once Again 其实，它其实是这张专辑第一首完成的歌，那首第一首写完的歌。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创作10几年来第一次什么都没有想，然后那个旋律就出来，那个旋律就15分钟出来了。然后我每次讲这首都会有点激动，就会想到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等我一下，没关系，就是那时候其实歌词都还没有写出来，然后就是旋律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旋律很像是在拥抱我。告诉你自己 ，Once Again，对，然后
就我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疗愈到别人，就是不管怎样，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重新开始。快点来疗愈我吧！我已经很久没有，没关系啊，就是可以对，好台卡就底，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冲狗本台卡汤，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其实背后有很多事情台卡黑台卡不底给，对不对？所以 Once Again 台卡压做糖豆，其实这些艺术在伴奏上面很简单的。啊，我爱知道，因为它只有钢琴的伴奏，所以我说爱唐友爱知道这些艺术很，我就说很纯粹的歌曲。对，你为什么叫 Once Again？就是重新再来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虽然说过去有这么多的，因为他刚刚说，因为他刚在很多堆发敌度给他讲过，在我人生最黑暗、最低潮、最辛苦，然后给他艰难同他来讲，然后可以松板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刚刚在分享上一首歌的时候，又会说啊，有很多别人的杂音。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看到从你这边小小的讯息，就知道过去的确有一段很不简单的路。对，然后你会不会觉得我们难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对，而且现在就是社群那么蓬勃的年代，会比以前可能更容易让人焦虑，对不对？当然呢，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因为社群的关系，都会有焦虑症，而且会有很多人在里面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对，那有时候那轻轻的一句话，其实会给我们蛮大的影响，对不对？好，所以要听别在意，不要在意。所以，故事会唱别在意，对不对？然后真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去听一下《Big Dreams》，有没有？然后觉得好像可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弹一下《Once Again》，对不对？这也是很棒，全都可以串在一起。可是我觉得你还很年轻，我真的认真跟你讲，不要太在意社群上面的，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的朋友，他们后来是把社群关掉，一段时间。他们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梦，可以用个想法，对，你要去看喜欢你的人，对，然后可以支持你的人，对。那如果只是纯粹夹追给你嘛，你这样子有夹追你，那个一直偷，对，那个就是你，我说你想要诠释在音乐里面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对，不要去太在意，没错。跟双双分享给师姐也是同大家的分享，也是跟我自己讲啊，也是这样子，所以了解记两种转是来带来，其实2年2年双双没有其他某项嘅规划，老会有客家有关系，所以请大家先聊下，你下查，你等下陣仲咧到底佢啥下來，對音樂嘅創作條路，有乜嘅想法，有乜嘅規劃，到底還有乜嘅新嘅客家歌曲咧？東方宇宙的繞牆道，唱送來到節目地圖，伊個節目一開始係紹介幾個第一首客家嘅歌曲，別在意 Never Mind， 什麼？上段節目講嘅係幾兩種轉型，嚇係幾個提性人生嘅第一種轉型，地圖有東河塘嘅歌曲，所以你應該還是會想要規劃唱客家歌吼，唱客家歌誒。可以，有機會，一定有，對吧？對，一定有。好，更多呀，其實你真的很喜歡 R&B 的類型，真以輕重 R&B 類型，家人對你的影響也很大。對，沒錯。我小時候，我媽媽也是音樂班的。小時候從小，她給我聽古典音樂。哦。對，所以媽媽影響我聽古典音樂，然後她也聽很多西洋老歌。然後我是跟我的阿姨學，我阿姨是指揮，所以我跟她學鋼琴跟長笛。阿姨就是媽媽的姐姐。對。所以等於是你的媽媽、阿姨那邊很多人都在學音樂。對，我的表姐也是。那我家婆會不會唱歌的嗎？阿婆沒有，我只是好奇，想說哇，大家都這麼厲害，搞不好阿婆會唱歌，搞不好阿婆會唱山歌哦，只是你沒發現。沒有聽過哎，有可能。好，沒關係。然後呢，所以媽媽同阿姨對你嘅影響會親太嘅。那為什麼後來是 R&B 呢？我覺得是我在求學時期自己去發掘，就是音樂，然後發現有爵士音樂，然後藍調音樂、福音音樂，然後
听到 R&B， 觉得哇，这个音乐里面的那个感受真的有触到我的心，然后我开始想要学这样的唱歌方式，是我一个唱歌启蒙。因为会这样问，是因为你要想哦，妈妈对你有影响吗？我们妈妈听的古典，对，那完全跟你现在这个是完全没用用。哦，我妈妈有听 Carpenters， 就是那种民谣，那种民谣，对，民谣我也喜欢，就是从她听的一些西洋老歌开始去听，然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去逛CD 行，我们会去自己选 CD。然后我觉得说还有玫瑰唱片行的那种年代，我们会去那种小小的 CD 店里面选 CD， 然后我就会选到新的音乐，然后我就会再去探索更多。从我很浪漫呢，那时候形容蛮呢，他敢胸口呢，妈妈同我也去逛冲天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浪漫了。贡豆我一定要记得贡豆，这就是你的黑胶，没错，因为你想看，对，为什么会要做黑胶？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因为黑胶它其实比较温暖的声音，我觉得很适合我的音乐，就觉得一定要压黑胶，就听起来的感受其实跟数位其实串流不太一样，完全没共用。凶一嗨，现在家里，先不管外面天气怎样，对，你可以准备一个你喜欢的，一本书，然后一杯饮料，然后把这个黑胶放下去。然后如果你家有黑胶唱盘的那种，然后你看那是一个仪式感，对不对？对，一种仪式感。翻面，然后放针放上去。对，然后糖按用给狗 Q。哇，然后小酌一杯。对，我刚刚是不好意思讲小酌一杯，所以我就拿出一本书。哇，真的，所以你看这整个可以慢慢的理解。你说。像每一海你走到今年，很多亚哈，妈妈对你的回馈是，她很开心，她都会给我很正面的回应，而且我每次写一首歌，我都会先直接手机传给我妈听，她就会很认真听了跟我讲她的感受，像老师一样，有没有？对，她就会说哪一些她真的很喜欢所以你觉得妈妈很支持你，那你觉得妈妈对你就是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哇，那句话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妈妈，中间因为经历就是10几年，经历很多高低起伏，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就是我还在那个 bad dream 期间，然后我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妈已经退休回屏东，就回万峦住，所以那时候妈妈就在电话上，我就说会就是一直陷在很不好的情绪里，我妈就说你现在就在走你的路你现在走的就是你的人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走到我要的地方。她说你现在走的就是你的人生，这就是你在那个路上。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点醒了，就觉得其实我一直都在往唱歌的路前进，其实我没有停下来，对，虽然我现在在这个状态，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可是妈妈说的是对的，对，因为那不就是你在走音乐路上遇到的事情吗？对。黑公你还会走影风亚条路，你就不会有暗涌给情形，你就没有遇到那样的情形嘛？对，就因为你有一个，你就是要走你要往那个方向走，对，所以才被 dream 嘛。对，你懂吗？没错。那如果你一直在念经济，有没有很快去做财务，就没有被 dream 嘛？对不对？你要可能是别种 bad dream， 对，别种 bad dream， 可是很有收入的 bad dream， 所以造型也是你自己，抽影也引起嘎周因为你很喜欢，对我很喜欢。你看你这个海报的头发，对，这我的想法，对，很喜欢。你不觉得你就是一直在做你不觉得你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很明确吗？你有按有个杠钩吗？有。你看从底部按有个大椎骨，要吃到你很明确的你喜欢做吗？对，所以你真的是妈妈讲的啊，你是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是就是遇到这么多事情才更确定自己，才可以这么明确知道要做什么。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明确自己知道做什么，其实就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你的 bad dream 也是探索的过程，是对，因为你想会做按有些东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做？我在犹豫，你就会按有行业工厂顶度一点一滴的去堆叠，对，某种来就会做按有的东西，对，这就是一个过程。音乐创作也是这样，对，才有办法写完这张专辑。
不然没经历的话就写不出来。真的，人生太快乐了，对不对？某啦，所以真的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听说吉布尼，你知道哈，哈嘎狗 Q 有传统的歌曲嘛，对不对？也有很多的小调啊，有一首这是泰卡杜迪给狗 Q《天公落水》。天公落水，你知道这个佳慧姐唱的也是很好听，因为我们曾经邀请过。但是我等一下这个节目录完之后，把那个佳慧姐唱给《天公落水》跟你分享一下。这是你小时候有听过的歌？对，小时候有学。那你现在可以用 R&B 的方式。你知道吗？他们想要陷害我，想说，本来也要冲啊，奶就不会冲狗大概就很喜欢看这个罗老师的音乐教室出糗片，不会让你们得逞，不一定要打斗。你要先分享一下吗？你说唱一句吗？对，天公落水 ，R&B， 对啊，我一直在思考说 R&B 要怎么唱，因为 R&B 其实就是加一些小装饰音跟拍子调换一下。反正我也不会，你再试试看。啊，唱小句可以，走的。天公啊，落水哦，阿妹啊，呀，走音的呀，想说要转一个双，我觉得双真的，你真的请等一下，这里唱的时候，刚那是走音，我想没转去我要的地方，没有，因为太临时考试。没有，我觉得你看这一下就会 R&B 曲没有给手猜，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要挑战接下来可以吗？拜托，可以，这算是他给给请求，我会努力，一定要，好不好？好，带着你这样的雷鬼 R&B， 好不好？来一个 Mokyong 给他嘎，好的，收得好。下次2026年，下次他如果没有的话，就把福气这一段剪成一个短短的 reels， 所以你会猛。对，那我们标题就说没有这样哈。我觉得剪成一个迷音还不错。我觉得把我刚刚那段剪成迷音，然后对，然后我们效果之上说，怎么没有怎么变音了，是不是？其实没有不好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等一下，曾颖制作人，等一下刚才那一段我们可以剪成一段Forky 的一个 reels， 你之后用然后就刚才那一段天供啊，然后那个是怎么变音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是不介意，我们很快就可以剪出来啊。好啦，景双双真的很可爱哈。其实节目最后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有一个这个福气，只剩下1分钟怎么办？好，回顾音乐之路最想感谢的人，最喜欢感谢给你。我自己。我喜欢这个答案。对，我喜欢这个答案。当然你在他身边支持你给你青豆，妈妈呀黑，或是你遇到的闺女呀音乐制作人，可是你要最感谢的是你自己，对不对？因为只有你放弃。对，我不用去只有你去家己你经历的嘛该事情你做的坚持都要哈。是。哇，我喜欢这个答案，好棒哦！好，其他嘅题目就唔是问嘅，就会嘛个你会嘛个客家菜啊，有冇你希望就会创作的时候用会请给灵感嘅用来哈，这就是一般大家都会底。在这边谢谢双双的都亚天，要祝福你这张音乐专辑可以带来很Mokyong嘅。我们说Mokyong嘅破窗也好，高峰也好，期待你有Mokyong嘅客家嘅作品，做得哈，向下加油。下次再带新作品，一定要，好不好？这一段也剪成 reels， 做得好，谢谢，好稍後咧繞場小嘅鄉親朋友向下嚟做認同了。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琴宅，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2個影片琴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